呢條友究竟係乜水？點解佢勢力強大到令學生都唔敢指控佢？定抑或佢嘅人格魅力真係勁到令學生甘願接受體罰？今條片我哋話你知翁金華喺籃球界嘅影響力。作為90後，呢單新聞未出之前，可能好多人已經聽過佢個名，甚至俾佢教過。球員時期佢可以話係香港嘅籃球界巨星；教練時期佢係球壇嘅教父級人物。佢甚至喺媒體公職上面都有涉及。籃球界嚟講啊，佢可以話係隻手遮天啊，對唔住係如日中天。我哋由佢嘅球員生涯開始講起。1987年，翁金華正式出道打甲一，亦即係香港最高級別嘅籃球聯賽。呢一年佢15歲。佢最犀利嘅成就係喺1995年第18屆亞洲男子籃球錦標賽，打敗咗中國、南韓等其他強隊嘅球員，奪得咗三分神射手呢個獎項。自此之後，佢被稱為亞洲三分王。喺1996年，佢成為咗第一位香港人加盟台灣嘅 CBA。你唔好以為佢去到淨係坐冷板凳啊，去到今時今日，其實都仲有一啲台灣嘅老球迷記得翁金華係邊個。香港的第一射手翁 XX， 他可是號稱第四姐先生，每次遇到第四姐，他就會連進3-4個三分球。1997年佢就返咗去香港，以威納核心嘅身份奪得咗當時嘅亞洲冠軍球會杯嘅總冠軍，係亞洲籃球球會上嘅最高榮譽。你揸呢個咁嘅垃圾，你贏咗人哋嘅 evolution 啊！你係咪有病啊？而家嘅香港球隊唔好話贏冠軍啦，贏到個資格賽已經值得慶祝啦。我哋唔好追歷史住啦，我哋望下當時嘅人係點樣睇佢先啦。2010年呢個鄉土嘅 post 已經見到佢被廣泛認為係香港嘅籃球第一人。順帶一提，原來佢16年前已經出晒名惡同埋鹹濕。雖然球員生涯就夠晒威水啦，但係真正令佢喺香港籃球界嘅影響力登頂呢，唔係球員生涯，而係退役之後。翁金華05年開始執教桂華山中學，喺港島區嘅 D1 稱霸咗8年。俾佢教過嘅有漢華啦、喇沙啦、何福堂啦、港大等等。甚至乎兩隊喺決賽對碰嘅球隊都係由佢執教都試過。佢嘅門生啊，可以話係遍佈成個香港籃球界。響甲一，佢創立同埋執教漢友籃球隊，而且佢仲創立咗一個 Shooter Basketball Club， 培育正確嘅人生觀啊，唔係培育正向人生觀，同埋培育咗漢友嘅梯隊。你以為咁就完？係嘅話，你就太低估我哋嘅香港籃球界教父啦。佢由90年代已經喺亞視講 NBA， 喺有線啊、ViuTV 啊都成日聽到佢講波。不特止，佢仲要係籃總嘅副會長，政務上佢甚至係中西區堅尼地城石塘咀分區委員會嘅委員。未講完啊，連大灣區都關佢事啊！佢係佛山市高明區嘅政協啊！佢呢朵就嚟多過馬浚偉。講咗咁耐朵，大家都攰啦。對於一個10零歲嘅僆仔嚟講，佢究竟有幾大嘅影響力？只要我哋翁 Sir 睇得起你，你就可以由佢執教嘅中學打起，加入佢創辦嘅 SBC 青訓，再連接上漢友，一條龍服務啊！嗱，我唔係急噶，漢友裏面嘅小馬 Sir 啊、趙建峰啊，都係咁樣行上去嘅。如果你可以適應到翁 Sir 嘅教導，你喺籃球路上一定會事半功倍。亦都唔難理解點解個中學生會咁樣講。不過翁金華體罰已經唔係今時今日嘅事，早喺2010年已經有人提。喺討論區上面有唔少人都講過翁 Sir 嘅魔鬼教練風格，鬧人啊、打人啊，甚至非禮嘅指控都有。嗱，我戴翻個頭盔先，網民講嘅嘢信唔信呢？就你哋自己選擇啦。亦都有唔少俾佢教過嘅人喺事件發生之後幫翁 Sir 發聲。嗱，呢度就唔評價啲球員係真心講定係礙於翁 Sir 嘅勢力啦。不過我諗無可否認嘅係，有部分嘅人都認為佢嗰套先可以激發到學生嘅潛能。嚴師出高徒呢個教育方式，究竟係咪已經過時呢？我都唔知。也許體罰的對錯，只有留給大眾自己判斷。多謝你嘅收睇。